點解越南人仍然中意買金多過買股票？喺金融世界，每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嘅避險信仰。如果美國人揀股票，香港人揀磚頭樓市，咁喺越南有一種資產被視為王道，無視任何經濟波動，嗰樣就係黃金。一個有趣數據，越南國家品牌金價通常貴過國際金價3000到4000港紙兩。點解市民依然肯捱咁大嘅差價去買？答案在於經濟結構。根據世界黃金協會估計，大約有300至500噸黃金正被藏喺越南民間，鎖喺保險箱入面，而唔係喺股票市場流通。點解呢筆款會選擇冬眠？要理解呢一點，我哋唔可以用華爾街嘅投資思維，我哋要睇反越南幾代人嘅貨幣歷史同埋防守心態。第一個原因係歷史教訓，越南上一代人經歷過惡性通脹嘅時期，喺佢哋嘅記憶入面，銀紙隨時會喺一夜之間貶值。相反，黃金係永不變嘅。呢種思維已經植根喺潛意識裏面。錢係用嚟使嘅，金係用嚟儲嘅。第二個原因係文化。喺越南，結婚禮物係創業本錢，雙方父母送金俾新人，係作為佢哋開展新生活嘅資本。呢批金通常會被鎖喺衣櫃底，成為家庭嘅應急基金，除非買樓或者救命，否則絕對唔會買。最後係股票市場嘅成熟度。越南股市運作咗只係20幾年，對大部分市民嚟講，股票依然帶有好重嘅投機性質同高風險。信心係需要時間去建立嘅。不過風向轉變緊 ，Gen Z 同 Millennials 呢一代正逐漸轉向股票同加密貨幣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